创世纪第24章，以撒娶某。亚伯拉罕年老，长岁寿，伊一生所做的事，拢得到上主祝福。亚伯拉罕对伊至亲的管家讲：“请将你的手下伫我的大腿下。”你着记上主天甲地的上帝咒詛，毋通甲我娶这个迦南女子做新妇。你着去我的本地本族，甲我的囝以撒娶一个某。迄个管家应讲：“迄个查某囡仔若毋肯缀我来咱遮，我检通将你的囝带转去你的故乡。”亚伯拉罕甲伊讲：“你绝对毋通甲我的囝带倒去遐。上主天顶的上帝捌带我离开阮老爸的家甲本族的地，阁对我立誓应允，讲我要将这个地赏赐你的后代，伊会找伊的使者甲你引带，互你通对遐甲我的囝娶某。迄个查某囡仔若毋肯缀你来，这个咒詛就甲你无关系。毋过千万毋通甲我的囝带转去遐。”管家就将手下伫伊的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下，为着这个代志咒詛。迄个管家对伊主人的骆驼选10只，阁带伊主人逐款的财宝，出发去美索不达米亚。到拿赫的城，伊予骆驼跪伫城外的井边。迄时拄拄黄昏，妇女出来抢水。伊讲：“上主，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求你施恩，互我的主人亚伯拉罕，互我今仔日有好机会。我呾徛伫井边，城内的查某囡仔出来抢水。我若对其中一个查某囡仔讲，请放落你的水盘，互我啉水。伊若讲，请啉，我嘛要互你的骆驼啉。愿伊就是你所选，要互你的仆人以撒做某的查某囡仔。安尼，我就知你施恩互我的主人。”话还未讲煞，利百加经头顶下水盘出来，伊是比托利的查某囝。比托利是亚伯拉罕的小弟拿赫的某密加的囝。迄个查某囡仔面貌非常水，是在色女，还毋捌有查甫人甲伊做伙困。伊落去井边，把水盘堆满，就起来。管家走去对伊讲：“请你将盘里的水一簌仔互我啉。”查某囡仔讲：“先生，请啉。”伊就赶紧放落水盘，看伫手里，互迄个管家啉。互管家啉了，阁讲：“我嘛要互你的骆驼啉到饱。”伊就赶紧将盘内的水鼎伫槽里，阁走去井边
为落刀呛水，迄个管家注意甲看，点点无讲话，爱知上主是毋是为何伊的任务顺利完成。落刀啉了，迄个人就摕一个6公克的金片环，一对114公克的金手环，互即个查某囡仔，对伊讲：请问你是甚物人的查某囝？恁老爸的厝兼有所在，互阮晓面。丽碧家就甲伊讲：我是比托利的查某囝，阮老爸是密加甲那赫生的囝。阮有充足的草料米粮，嘛有所在通互恁晓面。迄个管家就跪落去敬拜上主，讲：我要称赞上主，我的主人阿比拉罕的上帝，伊一直用慈爱信息对待我的主人，一路引带我来到我的主人兄弟的家。查某囡仔走倒去，将这个代志甲因老母全家的人讲。丽碧家有一个兄哥拉班，伊一个看到因小妹身上的片环甲手环，阁听到丽碧家讲，迄个人对我讲安尼，就走去井边见迄个人。伊到的时，迄个人还徛伫水井边落刀遐。伊甲迄个人讲：你是上主赐福的人，哪还徛伫外面？请来阮兜，你的房间甲落刀休困的所在，我已经准备好势。迄个管家就入去大班的厝，有人来偷落刀摘的物件。用草料酿湿饲落刀，搁芳水，互迄个管家以及甲伊做伙来的人洗骹。有人将食物摆伫管家面前，要请伊食。毋过伊讲：听候我将我来的目的讲清楚，我才食。老板讲：请讲。伊就讲：我是阿比拉罕的仆人，上主有大大赐福我的主人，互伊真好养，搁互伊牛、羊、金、银、仆人、女婢、骆驼甲羊仔。我的主人的某撒拉年老的时，甲伊生一个囝。我的主人嘛将伊所有的互即个囝。我的主人甲我咒詛，讲毋通甲我娶遮个迦南女子做新妇。你着去我的老爸的家。我本族遐，甲我的囝娶一个某。我对我的主人讲：迄个查某囡仔若毋肯缀我来咱遮，要安怎？伊就甲我讲：我服侍的上主会找伊的使者，甲你做伙去，互你一路顺利。你就通对我的宗族、阮老爸的家，甲我的囝娶某。你若有去到我本族遐，就算有照咒詛做，万一因毋将迄个查某囡仔交互你，
即个咒詛就甲你无关系。今仔日，我到井边祈祷讲：上主，我主人阿比拉罕的上帝，求你予我一路顺利。我呾徛伫井边，对出来抢水的一个查某囡仔讲：请你将水办的水一簌仔予我啉。伊若讲请啉，我嘛要予你的绿豆啉。愿伊就是上主所选要予我主人的囝做某的查某囡仔。我心内的话讲还袂了，利百加就出来，经头顶下水盘，落去井边抢水。我甲伊讲，请你予我啉。伊就赶紧对镜头顶放落水盘，讲：请啉，我嘛要予你的绿豆啉。我就啉，伊嘛予我的绿豆啉。我阁问伊：你是甚物人的查某囝？伊讲：我是比托利的查某囝，阮老爸是密加甲拿赫生的囝。我就将片环挂伫伊的片，手环挂伫伊的手。我跪落去敬拜上主，称赞上主，我的主人阿比拉罕的上帝，因为伊引带我一路顺利，予我找到我主人的小弟的查某孙来，予伊做新妇。当恁若要用慈爱信息对待我的主人，就甲我讲；若嘛甲我讲，予我通决定，搁来要安怎。拉班甲比托利应讲：这个代志既然上主安尼安排，阮袂当对你讲甚物。当利百加伫遮，你通带伊去，照上主的安排，予你的主人的囝做某。阿比拉罕的管家听到这的话，就趴伫涂骹敬拜上主。迄个管家起来，摕金器、银器甲衣服送利百加，阁将贵重的礼物送予伊的兄哥甲老母。迄个管家甲缀伊的人，即时才啉食休眠。隔日透早，管家对因讲：请予我倒去我的主人遐。利百加的兄哥甲老母讲：请予查某囡仔甲阮住几日啊？上少10日，伊才甲恁去。伊对因讲：请毋通甲我留，上主已经予我一路顺利，请予我赶紧倒去我的主人遐。因讲：阮叫查某囡仔来探伊的话意。因就叫利百加来问伊讲：你减要甲即个管家做伙去？利百加应讲：我要。因就送小妹利百加甲伊的林母，缀阿比拉罕的管家甲跟随伊的人去。因甲利百加祝福讲：阮的小妹，愿你的子孙千千万万，愿你的后代占领对敌的城。利百加甲伊的女婢徛落道，缀迄个管家去。管家就带利百加转去。
迄时以撒转去比尼拉海来，住伫尼吉夫。黄昏的时，以撒出来野外散步，夜头一个看到骆驼得来，利百加看到以撒，就对骆驼落来。伊问迄个管家讲：“伫野地往咱遮行来的是甚物人？”迄个管家讲：“是我的主人。”利百加就用皮遮面。管家将伊所做的代志，拢甲以撒报告。以撒就牵利百加入去伊的老母撒拉的布边，带伊做某。以撒真疼利百加，伊对老母死了后，到即时才得到安慰。